大家好，我係夏妙妍啊。睇咗《苦讀筆》嘅呢一部電影啦，就係陳小娟6年以嚟嘅第2部電影啦。上一部戲咧《淪落人》我都有去捧場，咁啊大家都係校友啦，咁而且見到佢咧即係喺做準備啊、research 啊、題材啊，點樣去拍嗰部《淪落人》，咁啊難怪咧得到咁多個獎嘅吓，得到新晉導演獎啦。睇下佢喺謝票場裏面呢，佢哋兩位即係加埋譚善言演員啦吓，即係呢個女主角佢哋嘅分享先。呢套電影係有佢存在嘅必要嘅，因為佢真係好坦白、好誠實地同你呈現咗一個媽媽喺產後抑鬱之後佢崩塌嘅一個過程。咁我覺得呢套電影好在就係希望佢可以打開一個討論嘅契機。去俾大家去同可能對你嘅另一半又好，或者係你身邊嘅人又好，去傾下佢哋當下承受緊啲咩，或者曾經承受過啲乜嘢。咁我哋可能去重新討論，即係大家可能兩性分工嘅比例又好，又或者係如何幫新手媽媽去度過呢個過程都好。佢唔代表每一個媽媽嘅，佢唔代表佢做嘅決定或者佢立場，譬如好多朋友會睇完話人奶唔人奶咁。其實呢樣嘢唔係我要講嘅重點，而係希望大家多啲去尊重媽媽嘅決定，媽媽嘅身體，多啲去諒解、了解佢哋嘅情緒波動，然後多啲去關心佢哋，同埋俾更友善嘅目光佢哋。因為呢個時代要生小朋友其實係真係唔緊啦，而家對父母嘅要求都高咗好多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佢哋，以少啲批判咁樣。多啲支持，少啲批判，我覺得好啱嘅。苦讀筆下呢套戲好多好好嘅演員，譬如話有歐嘉文啦，做緊媽咪歐嘉文啦，盧振業啦。另外咧就 BB 都好得意吓，好難做嘅，同 BB 一齊拍戲。咁啊盧振業啦做丈夫啦，咁啊同埋就我想講話要拍呢一類題材好唔容易嘅。雖然你話係咪即係可以取悅觀眾啦，喺嗰2個鐘頭裏面啦，咁但係我發覺要揀到呢啲題材，肯去拍，組隊有人肯投資咧，已經係一個好難嘅步伐啦嚇。咁我覺得係已經用咗好多時間心機啦。咁至於套戲咧，俾人感覺係好沉重咧。咁其實佢都有浪漫位嘅，同丈夫盧振業嘅浪漫位啦。我覺得如果可以再 brighten 一啲咧，有一啲 brighten 嘅亮位咧，會更加好嘅。無論如何，支持呢套戲，希望大家支持香港電影。So this was the movie about brand new motherhood. So please support 皆さんこの内容好きだからお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。また今度。